關於新資本嗰個入境個計劃嗰個金額咧提升到1500萬咧，咁啊應該係對工商鋪尤其是鋪位咧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嘅。咁啊尤其是啲核心區啦，例如銅鑼灣、尖沙咀一帶啦，咁呢啲地方咧通常都會係受一啲品牌嘅垂青啦，咁佢哋亦都喺呢個時間亦都會有個搶租嘅狀況出現嘅。咁從而令到嗰個租金咧就會向上㗎啦，咁啊會上升嘅。咁所以一般嚟講，核心區個物業咧係會受惠多啲嘅。關於另外一個議題啦，就係嗰啲餐飲啦，就可以喺啲露天茶座啊，或者一啲某啲特定嘅地方咧，佢就可以放寬一啲寵物入內啦嚇。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帶動到一個飲食業嗰個衝擊嘅。咁尤其是一啲物業佢係有一個咁嘅條件啦有啲鋪位可能有啲附帶一啲露天嘅地方啦，咁啲餐飲業咧亦都可以即時就可以好快速地申請一啲特別嘅牌照啦。咁因為而家香港實在太多人對於寵物呢個需求啦，咁所以令到佢哋個租金咧亦都會好容易咧就會喺短時間裏邊咧有一個調整嘅咁亦都好多吸引到更加多嘅人去消費啦，咁從而令到嗰個餐飲業咧就應該會嗰個租金會係上升嘅。咁所以一定係帶動到一啲餐飲業嘅投資或者一啲租戶咧，佢呢段時間咧佢會加緊啲去開業㗎啦。